蔡卓妍、林俊賢宣布婚訊，阿嬌催快啲生 BB， 關智斌打從心底戥佢開心。蔡卓妍今日喺社交平台宣布同健身教練林俊賢結婚，佢寫到：恭喜我嫁你，恭喜你娶我，以後請多多指教，多謝大家嘅祝福。又晒出婚紗照。林俊賢亦都喺社交平台發布相同貼文。43歲嘅蔡卓妍年初認愛年輕10歲嘅健身教練林俊賢，月前又同男友同容祖兒等嘅好友一齊去英國同埋巴黎旅行。佢透露雙方已經見家長。蔡卓妍表示，本身奄尖嘅母親對男友印象出奇咁覺得 OK。經理人霍文希向傳媒表示，當日所有最愛佢嘅人、最 close 嘅至愛親朋，包括我，都喺現場見證。好拍檔阿嬌亦都衷心祝賀二人佳偶天成，恭喜我個最佳拍檔，好開心喺生活中佢終於揾到一個最佳拍檔。由第一日聽佢同我講，我就好激動、好感動，而家講返都係好感動嘅。祝佢哋新婚快樂，白頭到老，永結同心，快啲生個 BB 啦！而老 best 關智斌都好感動，見到佢行入人生新階段。我真係打從心底嚟等佢開心，並且表示會將最好嘅祝福全部送晒俾佢，希望佢哋一直幸福落去。吳千鋒80壽宴離園，好友雲集，96歲羅艷卿精神奕奕到河。啱啱喺今個月6號完成榮休演唱會嘅粵劇老倌吳千鋒，琴晚舉行80壽宴，梨園界好友幾百人出席，星光熠熠，就連深居簡出多年嘅羅艷卿都有到賀。96歲羅艷卿為粵語片殿堂級女星，從影20年間拍咗超過330部電影，獲封美艷親王、武俠艷旦、銀海艷娘等。粵劇班主彭美詩、花旦喻玲瓏等喺社交網分享多張壽宴照片，勁祝仔哥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彭美詩又表示開心，見到卿姐精神奕奕出現，並同新貴花旦梁飛同崔前向前輩問候。卿姐更緊握飛筒嘅手，以作鼓勵。另外，決意參選今屆百和主席嘅羅家英、同阮兆輝、楊偉成、尹飛燕、吳美英、黃志良等均有出席。羅毓兒、林俊琪被揭有宿世情緣，二人前路艱難，未知能否改寫結局。林俊琪同羅毓兒琴晚作客節目《師傅點算》，二人出場嘅時候甜蜜拖手。羅毓兒自爆當初以候補上陣參加女神配對計劃，本來其中一位女神唔係我，當中經歷一次換人，候補之後先有機會參加，嗰時都出咗好多力去爭取，因為好想拍拖同參加呢個節目，最後成功配對上林俊琪。林俊琪同羅毓兒嘅結合似乎係命中注定。In Lee 師傅早前請示過神明，得知二人嘅宿世情緣，並製成 AI 動畫播出。動畫片中男主人翁係孤兒，收留咗一隻 BB 狗，可惜好景不常，男仔生活拮據，最後忍痛將小狗送俾人。離開一刻，人狗各自許咗同一個願望，下世要一齊生活。林俊琪同羅毓兒睇完呢段前世故事，已經眼濕濕。In Lee 師傅更加合成雷人，並喊住對佢兩個講：睇完故事，好想送首歌《遇見》俾你哋，因為神明話你哋嘅路好艱難，希望你哋可以改寫今世結局。陳偉 show 正義女神笠假髮流行，擔正前傳慘遭詛咒，下套繼續。陳偉於熱播劇《正義女神》飾演高淑華律師，同佘詩曼飾演嘅嚴惠芝法官，由頭鬥到尾。既係資深大律師，但有個惡魔兒子高成斌、偉哥淋漓盡致嘅表現，大獲好評。更有報道指無綫食住個勢，開拍前傳《模範律師團》，並以陳偉嘅角色為主軸，加入張希文同埋劉佩玥，暫定6月開拍。偉哥除咗演技之外，拍攝呢一部劇仲有所付出。今日佢喺社交網貼上自拍照，展示每日笠住10幾個鐘頭假髮嘅結果，並無奈話：當你第2日瞓醒，啱啱退咗條痕，又要再笠翻個假髮上去。喺劇中飾演徒弟嘅黎澤恩，竟然詛咒偉哥，留言下套繼續。姜濤虛報學歷，只讀到中一，爆紅之後曾經好飄。姜濤尋日出席姜家人慈善生日會2026活動尾聲，佢作出真情剖白，公開自己曾經虛報學歷，同埋因為爆紅而變得好飄。姜濤指自己以前唔係一個好乖嘅年輕人，
佢透露人生第一次最迷茫嘅狀態係因為成績太差，要離開中學。你哋知唔知我有留班？不過好多人唔知嘅，我其實留咗2年班。嗰陣時我唔好意思同大家講，我喺以前訪問講過讀到 Form 3，其實係假嘅。佢表示只係讀到中1，覺得好丟架。你諗 Form 1嘅嘢有幾難？但我讀極讀唔到，最終夢想係做歌手嘅佢，曾經喺內地參加比賽，後來參加全民造星，但佢不諱言。成名後曾經迷失，又重提年前喺頒獎禮上演唱掃掃掃事件。其實掃掃掃之前嗰段時間，我已經開始崩潰。我做嘢會打玻璃，會鬧人，會鬧客。有人對佢講唔好飄，講真咁快就紅啦，點會唔飄呢？但我感激身邊啲人帶我返嚟。張文慈被保鮮膜封屍險窒息，張國強操刀喊驚，嚇死我啊！有份參演下個禮拜1喺香港開播嘅懸疑劇集《重案解密》中教授殺妻案單元嘅張文慈喺社交網上面轉發咗劇組釋出嘅片段，包括佢喺劇中飾演惡妻劉桂芝，因不斷挑釁張國強飾演嘅丈夫方立人被 KK 勒死嘅一幕。另一幕就係 KK 殺妻後，用保鮮膜一層層纏住屍體，纏到頭部嘅時候，張文慈塊面被勒到變形外，仲出現缺氧狀態。原本不停喺度纏屍嘅 KK，一聽到導演嗌 cut，即反方向幫張文慈解封。工作人員亦都迅速現身幫忙。花絮片段中 ，KK 急忙幫張文慈解封嘅時候，不忘大叫快啲快啲，嚇死我啊！張文慈就安慰大家冇事冇事。不過 KK 仍然話一路纏我都驚啊。張文慈留言嘅時候先至坦言，拍嗰日其實都有少少驚㗎。蔡卓妍新婚夕復工，為演唱會彩排，阿嬌豪送如50萬鑽石頸鏈做賀禮。蔡卓妍日前於社交網公布婚訊，嫁年輕10載嘅健身教練林俊賢。原來新娘子已經復工，同拍檔鐘欣桐為過2日舉行嘅25+ 英皇群星演唱會2026彩排。經理人霍汶希尋日喺社交網分享去探班嘅花絮短片，片段中新婚嘅蔡卓妍着住露腰衫戴 cap 帽，狀態好好。同阿嬌正喺度排練歌曲《下一站天后》，蔡卓妍向霍汶希展示佢啱啱噴上銀色塗層嘅 microphone， 仲解釋呢個顏色係因為比較大眾化，方便借俾其他人用。霍汶希聞言大表讚賞，稱讚佢係一位聰明嘅新娘子。期間阿嬌向蔡卓妍送上鑽石頸鏈作為新婚賀禮，令蔡卓妍驚喜萬分。阿嬌隨即為佢親手戴上，霍汶希就搞笑咁話：打風都打唔甩啦！禮成並恭喜佢兩位，逗得佢哋哈哈大笑。蔡卓妍更加立刻同阿嬌握手，仲話合作愉快。有網民搜到呢一條太陽花鑽石頸鏈，懷疑嚟自有鑽石之王之稱嘅 Harry Winston。參考1.1卡數嘅官方售價47.58萬人民幣，折合港幣近54萬蚊。謝賢現身山頂精神霍削，舊愛 Coco 公開一見鍾情細節。現年89歲嘅謝賢近年好少公開露面。日前有網民喺山頂同四哥偶遇，從片段所見，四哥雖然以輪椅代步，但精神霍削，身穿紅色運動外套，甚為醒神。四哥最後一個公開嘅女友 Coco 近期喺社交平台公開2個人嘅戀愛細節。佢透露最初見面係2004年喺上海 ，Coco 見到四哥喺酒店大堂食雪茄，立即被佢着住西裝嘅樣迷到。第2日，四哥就相約佢共進午餐 ，Coco 假裝已經有約，話如果朋友可以取消，我就過嚟同你食午飯。飯後 ，Coco 送四哥到機場，佢陪四哥到室外食雪茄。當時天氣寒冷，佢着住一件羊絨大衣。四哥將皮褸打開，話：我嘅身體好暖噶，你將你隻手擺喺我衫入邊，我嚟幫你暖。Coco 表示輕輕將手放喺四哥膊頭上，感覺佢心跳好快，就知道呢個男人係100%中意佢，係一見鍾情。後來四哥邀請佢嚟香港，指酒店房間已經準備好嘅禮服以及珠寶，不過留咗字條向佢表示珠寶要歸還，因為珠寶係佢女兒嘅，條裙就係為佢選嘅。